文化新眼界来看第31届金曲奖的台语歌王甲歌曲是苏明燕甲朱海军，那最佳台语专辑是罗水溪公社嘅庄红，也搁伫2017年捌摕过台语歌王的谢明佑，这一届搁以《路》这条歌摕到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甲最佳作词人奖。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得奖的是苏明渊。第31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苏明渊，本业是律师，30年来无放弃对音乐的梦想。伫我50岁的时得奖，心情真激动，嘛特别感谢伊的父母，予伊有台语创作的能力。阮爸爸苏清洲，阮妈妈黄秀娥，伊的朋友拢叫伊做歌啊、吴子啊。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因两个。甲我灌溉，甲我滋养我的台语的文化，互我有会使熟悉台语的水，会使用台语来创作音乐。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来自高雄美浓的朱海军摕到。本身是客人的朱海军，致辞嘛特别以台语表示，无想过会徛伫这个舞台领这个奖。我不太会讲台语。毋过，我真认真在学唱台语歌。我无想到今仔日我会当徛伫这个所在，领到这个奖。今年最佳台语专辑是罗水溪公社的庄红得奖，副城歌王谢明佑嘛以《路》这首歌摕到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加最佳作词人奖。另外，今年金曲奖的开场表演特别邀请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的歌手同齐演出，展现出台湾丰富的音乐活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